各位兄弟，大家早早，大家平安。咱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42讲的讲塔。今日带起，咱要来请洪翠玲长老，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。咱当心来祈祷，感谢主带领阮伫每一个透早一伫遮共读圣经，领受主的教示。你爱透过牧师的喙来教导，互阮搁较明白圣经的道理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每一个听你道理的兄弟姊妹，拢有好的领受，也会当伫生活中间运用圣经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帮赞。阮用感恩的心，感谢主你逐日的赏赐，下面的时间求你来掌权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阿门。多谢。咱读耶利米书对40章开始到45章是讲到犹大这个国家灭亡了后，耶利米伊的这个处境，甲伊亲目睭所看到的。40章到43章是耶利米踮伫犹大，43章到45章是耶利米人去到伫埃及。所以第40章的时候，咱看去耶利米伊会当继续留踮犹大，是因为这个巴比伦人对伊的这个好的款待，互伊尊重伊，互伊家己来选择。总是等这个巴比伦将期待你互伊来做犹大省长的时阵，真侪走去国外的人，即马佫转来到期待你遮。都是约哈兰，伊有来警告即个以实玛利，其中一个军官，伊有即个背叛的意思，爱期待你来听，来爱注意，但是期待你毋听，结果就叫以实玛利来抬死。从41章，是以实玛利，伊佫将遮的米斯巴的百姓，然后甲伊掠到伫伯利恒迄附近的所在，伊的目的，是要来将因带去阿文阿文即个国家，总是。即个约哈兰，伊知影即个代志，伊就带人去掠，然后将即个百姓救出来。所以即个约哈兰，即马变做是一个英雄共款，伊是伫即个国家灭亡的时阵，会当将即个百姓救得来人。但是今日来看到即个约哈兰，甲村的百姓因所要做的决定，然后来请耶利米来带导。咱今日要看42章，就是村的百姓因到耶利米的所在，求上帝的指示，伊嘛答应讲上帝不管安怎讲，因拢要来听，拢会遵守。但是上帝互因的答案非常的清楚，就是因若继续留踮伫犹大地这个所在，就会当得到活。因若是要离开犹大，要进入到埃及，安尼因就会受到刀剑、饥荒、甲瘟疫，甚至伫遐来灭亡。这就是咱条真清楚的路，互因来选择了。伫即个耶利米犹大国家灭亡的时阵，就是主前第6世纪，迄阵的局势就是巴比伦兴起，然后巴比伦通过两河流域，然后占到即个巴勒斯坦的所在，然后因嘛一直要落去到伫埃及，所以埃及嘛真惊因起来，所以埃及就起来抵抗。所以就是看到这个势力伫遮来抵抗，但是呢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伫后壁有一个更较大的一个波斯，因伫遐咧等待啊。因今咱要看到是为什么迄当时遮个国家灭掉的遮犹大人，因想要去到伫埃及，因为因无可能通过巴比伦去到伫波斯，总是对伊来讲，因会当去到伫埃及。埃及检测是迄个时代会当甲巴比伦来对抗，会当跟他来抗争的一个国家。伫迄个所在，因检测认为伫迄个所在，伊会当得到和平，毋免受到遮战争的威胁。总是伫埃及迄个时期，就是古埃及的后期啊。古埃及后期，大约330年，对主前664年到主前332年，这个就是伫这个耶利米书大约发生的前甲尾的这个年代啊。所以对埃及的第25王朝。中间有经过新亚述帝国的这个侵扰，到进入26王朝，大概就是古埃及的后期。总是伫这个26王朝开始了后，伊阁有经历这个动荡，就是波斯伫主前525年来征服埃及，
尾啊无偌久，讲话即个马其顿，嘛无偌久200多年以后，话即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，对埃及的征服，然后亚历山大经济就来过身，所以变建立伫即个托勒密王朝，所以埃及本身嘛是动荡不安啦。但是咱若看历史，就知影即个埃及并嘛毋是讲完全非常的安全的所在。但是迄当时的人，因认为讲，若要走向巴比伦的即个关系，检测对来讲，去埃及是一个上好的选择啦。好，咱来读今日这段42章的圣经，咱来请翠玲长老，带咱来读第42章对第1节读到第6节1到6节。好，第1节，所有的军官，包括加利亚的囝约翰南、何三亚的囝约沙尼亚，以及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尊贵也是卑微，拢去见先知耶利米，对伊讲，请接受阮的请求，替阮遮的剩落来人按上主你的上帝祈祷。你有看到，阮本来人真济，毋过即马剩足少，请替阮祈求上主你的上帝指示阮应该行的路，着安怎做？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甲因讲，安尼我知好，我会照恁的请求，按上主恁的上帝祈祷。上帝甲我讲啥物，我一定会甲你讲，袂甲你隐瞒。因就对耶利米讲，我若无照上主你的上帝派你来传达互阮的逐句话去做，愿意伫咱中间做公正、可靠的见证人。是阮请你替阮按上主恳求，所以伊对阮讲：你的话无论是好也是歹，阮拢要听叹上主，阮的上帝。安尼，阮才会事事顺利。好，等下41章是耶利米毋捌出现，没有出现在里面的一章总是42章耶利米佫转来这个转来呢是这军官包括约哈兰，然后佫约沙尼亚这2个呢，就是伫40章的时阵，拢总有6个将军这个约翰兰是排第2，约沙尼亚是排第6，这2个将军头一个以实玛利是王毅的后代，总是伊叛变，伊嘛走去阿门，昨咱有看到去也门，检测伊安全，但是上帝尾仔嘛有要审判这个国家，甲伫遐反叛的人民。因拢不管是尊贵大小各阶层人士，因就拢去见耶利米，所以对耶利米非常的尊重。安怎讲？请接受阮的请求，替阮遮的村落的人上主祈祷，因为阮即马村遮少的人，因为大多数拢去掠去，无就是去人就走去，无就是去伊斯玛利抬死，所以因即马是村落来人本来就少，然后又自相残杀。请替阮祈求上主，阮应该行的路。我想这嘛是咱定定在祈祷的代志。求上帝引带咱的人生，咱的婚姻，咱的前途，咱的事业，咱的囝儿甲家庭，咱要望甲希望知影讲上帝爱咱安怎样来选择，亲像在算命共款希望会当知影将来要安怎样来行。先知耶利米甲伊应讲好，我会照恁的请求，上主恁的上帝祈祷。上主甲我讲啥物，我一定甲恁讲，袂甲恁隐瞒。其实耶利米，伊对少年到即马60几岁，对18岁到即马应该有60岁，伊做上帝先知，伊本来就是应该拢安尼做，但是伊嘛特别，佮安尼甲因强调讲，上主安怎讲，伊就安怎传，所以因就甲耶利米回。阮若无照上主，你的上帝派你来传达，互阮的逐句话去做，愿意就是上帝伫咱中间做公正可靠的见证人。愿上帝指控我们指出阮的毋对，所以这人看起来真谦卑大大细细对老到少年，对这个官家拢来见耶利米，真谦卑拜托耶利米求上帝。另外，因佫讲是阮请你替阮上主恳求，所以上帝讲的，无论是好还是歹，拢还是歹，阮拢要听叹上主，安尼阮才会事事顺利
所以因敢看起来已经得到教训啦，因为伊拢知影亚利米所讲的拢是真的。亚利米感菜过去足少年的，看伊无安怎，但是即马老啊，然后知影伊有经验，嘛知影伊所讲的拢是真的。上帝佫救伊，互伊对即个家业，对即个土霉，对即个井里面的淤泥，安尼甲伊救出来，真侪信者伫亚利米的心中，当然亚利米讲的嘛爱听。但是呢，咱看到这认为这人实在是真有信心，真谦卑。其实咱若读到后壁就知影讲，这人心内底其实已经有一个答案。因呢来问上帝，会当讲是加问的啦，无问阁无事，问落去呢就有代志。好，煞者咱来看第7章到第17章7到17节，请翠玲长老带咱来读。10日后，上主对亚利米讲话，亚利米就救加利亚的囝约翰南，以及甲伊做伙的军官人民，无论尊贵也是卑微，拢去伊遐。伊甲因讲：恁有请我为着恁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祈祷。伊安尼讲：恁若有缘住伫即块土地，我就要甲恁重建。袂甲恁拆毁，袂甲恁栽种，袂甲恁背出，因为我为着我降予恁的灾祸，感觉真伤心。恁在惊的巴比伦王，毋免惊伊，因为我甲恁同在，要解救恁，互恁得到自由。上主安尼宣布，要对恁施怜悯，嘛要互巴比伦王怜悯恁。互恁倒转来恁的土地，毋过恁若无要留伫遮，无要顺从上主你的上帝的话，颠倒讲，阮无要去埃及，遐无战争，无听着扫界声，阁有物件通食，袂枵死，阮要去住伫遐。当犹大村落来的人啊，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你若坚持要去埃及，要寄居伫遐，恁在惊的刀剑会入到遐，恁在惊的饥荒嘛会对恁到埃及，互恁死伫遐。所有坚决要寄居伫埃及的人，一定会因为战乱、饥荒、瘟疫死伫遐，无一个会当活落来，脱离我要降予因的灾祸。好，就是即届呢，上帝因爱亚利米甲上帝祈祷，但是上帝并无马上甲因回答，等10天啊。这10天呢，应该毋是亚利米的问题，是上帝超过伊等10天。为虾米等即个10天，咱毋知影。但是呢，咱看到10天以后，因遮的人听亚利米传达上帝话人的态度，伫上帝的回答中间就当看出来了。会当讲10天里面的人心就改变了。亚利米呢，伊就叫约哈兰，甲遮军官人民，尊贵卑微，拢去伊遐，就是去听上帝要讲的。讲因亚利米甲因讲，恁有请我为着恁上主以色列上帝祈祷，上帝安尼讲，所以10、11、12。这到12节，这3节呢是上帝互因的5万讲啥物呢？恁若有缘住伫即块土地，我就要甲恁重建，袂甲恁拆毁。所以上帝嘛开一个支票，本来留点犹大即个所在，是即个歹甲袂接一个无花果，但是若有一群人，因即马呢，甲愿意甲上帝立约伫即个所在，上帝就要甲因栽种。要甲恁栽种，袂甲恁背出去，甲恁背出，因为我为着我降予恁的灾祸，感觉真伤心啦。就是现在中文译本写后悔。这个后悔呢，就是上帝伊感觉伊悲伤，所以这字呢，是有两种的意思。但是上主有缘是伊知影这个出手很重啊，要教死伊的囝儿。
叫巴比伦的军队来甲因包围3摆来甲因掠去啊。甚至各将伊王拢带走，其实上帝是真艰苦心，这就是咱读耶利米书一开始阵，耶利米一直流目屎的原因。总是有一群人因愿意伫即个所在甲上帝立约，上帝有互因一个互因一个应望，就是上帝要甲因终结。恁在惊的巴比伦王免惊伊，所以上帝嘛真清楚因在惊什么，就是即个约哈兰，伊开始以神马利了后，就想要紧乱讲，因为伊惊继续留伫即个所在，巴比伦王会阁派人派将军来报复。上帝甲伊讲免惊，因为我甲恁同在要解救恁。所以即个上帝对耶利米安尼讲，对即个迄阵就那个耶利米即个古时太监以伯米勒，嘛是安尼讲要互恁得到自由，上主安尼宣布。所以因应该轻调上帝即句话应允，因着有机会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地区所在，重新开始。我要对恁施怜悯，嘛要互巴比伦王怜悯恁，互恁倒转来恁的土地。所以这是本来上帝早就讲的。所以上帝因互因一个开绿灯，留点即个所在。但是呢，到对13节到17节到18节到22节，就是上帝嘛讲搁较重的话。如果上帝互因即个福利条件，因无爱，无要听，安尼因会拄着啥物呢？13节讲，毋过恁若无要留点遮，无要顺从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颠倒讲，我要去埃及。上帝甲因的台词拢甲因讲出来。其实伊的台词就是因心内底在想的。所以现在在等迄个10天，上帝嘛是咧看因的心在想啥物，因在发酵什么。其实这10天内面，因讲上帝安尼讲，阮拢要听，因那个笑想讲上帝互因去埃及，但是因的心呢，这10天在想讲，阮要去埃及，遐无战争。第二，遐袂听到扫角的声。第三，阁有物件通食，袂枵死。所以因为着无爱战争。无爱食的扫角，就是去用包围，然后无欠食的物件，阮要去住伫遐，所以因其实早就已经心头就定着要去迄个所在。15节，当上帝通去耶利米对因讲，犹大剩落来的人啊，就听上主的话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恁若坚持要去埃及，要寄居伫遐。所以上帝因早就已经定着，心头已经了定，就是要去埃及。上帝讲，恁若坚持要去，恁得惊的刀剑会立到遐，共款遐嘛会发生战争。恁得惊的饥荒嘛会对恁到埃及，埃及北饥荒无有啊？这个约瑟创世纪约瑟做埃及宰相时阵，遐着7年的丰收，甲7年的饥荒。7年的饥荒，这就真恐怖啊！总是因为上帝同在，互恁死伫遐，所以因无去，阁无代志，去颠倒伫遐，阁有战争，阁有饥荒，甚至后壁讲17节，所有坚决要寄居伫埃及的人，一定会因为战争、饥荒、瘟疫死伫遐，无一个会当活倒来，脱离我要降互因的灾祸。因是啥呢？因就是埃及人啊，这咱伫头到后壁就会看到上帝对列国的审判。其实因就是咧800年前，大约800年前，摩西才将因对埃及带出来，因伫埃及遐做人的奴隶。但是800年以后，因竟然要阁行回头的路，无想要将这个土地，上帝互因老年甲密的地想是互因的迦南地看做要紧。是讲为着顾家己的腹肚，顾家己的安全，这个对面要爬过来啊，阮就紧走，这个小命要保住，留得青山在。但是因其实是要过较辛苦的生活，无要去靠上帝来面对这个危险，面对这个挑战啊，所以因亲像这个家族共款，密来密去，走来走去，但是人见人讨厌人，拢最后会向人吞大。其实这嘛是一个咒诅。这段的刀剑饥荒瘟疫，其实伫耶利米书15章，上帝已经
40年前上帝就已经来甲因警告过啊，还是30几年前上帝就警告，但是即马代志拢完全发生了啊，因竟然都没有学到教训，要搁继续违背上帝意思。最后一段18节到22节，请翠林长老找咱来读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你若去埃及，我就要对你发大受气，亲像以前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发大受气共款。因为诚侪人亚误咒诅侮辱的对象，互人着惊，你嘛袂当搁看到恁的故乡。对恁遮的犹大村落来人，上主讲，毋通去埃及。恁着清楚知影，我今日已经甲恁警告，恁已经犯致命的错误。恁请我去求问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讲，请替阮向上主，咱的上帝祈祷，请上主，咱的上帝对你讲的话，拢甲阮讲，阮一定要听探。当我将上主的话甲恁讲啦，你煞毋听从上主你的上帝派我来甲恁讲的逐句话，所以恁着较实在，恁会伫要去寄居的地，因为拄着战乱、饥荒、瘟疫、灭亡。就是伫上帝已经讲出因心内底孝顺的代志，总是上帝对18节搁加重语气哦。其实上帝是真毋望因会当听口恳，通过耶利米所传达的话，会当听入去上帝口恳，互因无毋免去冒迄个险，家己骗家己，安尼惊死袂去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恁若去埃及，我就要对恁发大受气。上帝不时撕破脸，亲像以前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发大受气共款。其实上帝先动之以情，说之以理，即马在后面警告的语气，其实这嘛是咱咧读新约保罗的书信，嘛是安尼。不管写予哥林多，写予加略太，写予以弗所，真侪遮教会批信嘛是安尼，先用感情，然后讲道理，最后嘛有一个警告，这个警告就是听甲毋听的选择。因为诚侪人厌恶咒诅侮辱的对象，互人着惊，恁袂当搁看到恁的故乡，就是因去着袂当搁回来，然后着袂当做一个因伫即个犹大国的犹大人。因伫迄个所在颠倒亲像家纸共款，人见人厌啊！对恁遮犹大村落来的人，上主讲毋通去埃及，所以这是已经真清楚，上帝毋是只有讲好听，互因参考，是上帝已经用命令去禁止因。恁当清楚知影，我今仔日已经甲恁警告，恁已经犯致命的错误，恁请我去求问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所以地面错误什么无问无代志，去问呢？一个假好的代志，变成他们自己的牢笼，变成是他们自己的罪网罗，变成因来控告自己的证据啊！请替阮上主，咱的上帝祈祷，将上主咱的上帝对你讲的话，甲阮讲，阮一定要听。所以因若无讲这个代志，上帝阁袂遮生气，因就是因为讲这个话，安尼。讲甲安尼，信心满满，拍胸脯上帝安怎讲，阮拢一定来遵守。即马即个动作，所以变做是因家己的即个控告，互人定做一个证明。亲像一个市长讲蓝绿都是垃圾，然后讲把国家还给你，然后讲这个财团拢是拿刀叉吃人肉。伊无讲这话，人阁袂对接去，但是伊讲这话，阁做这代志阵，人当然就足生气。当我将上主的话甲恁讲啦，恁煞毋听探上主，恁的上帝派我来甲恁讲遮的逐句话，所以耶利米清清楚楚，10天以后拢甲因交代，无减无漏交一句，所以恁着较实在，恁话要去，恁话伫要去寄居的地，因为拄着战乱、饥荒、瘟疫、灭亡，所以家己选择，上帝讲甲遮明啊，有要阁去无？
尾，明仔载43章，咱就看到这人真正什么叫做铁器吼。今日咱读这段圣经第4章，这个所在，上帝互因的应允，上帝讲亚利米应讲，上帝我照恁的请求，上主，恁的上帝祈祷，上主甲我讲什么，我一定甲你话甲恁讲，袂甲恁隐瞒。我想咱虽然毋是亲像亚利米安尼做先知，会当传达上帝的话，但是咱当传达这本圣经，咱当将圣经的话传出去，上圣经内底有上帝伊的旨意，所以咱应该爱学习的态度是第5节、第6节，这百姓的态度。就是上帝派你传达给阮的逐句话，阮拢愿意去做，愿意伫咱中间做公正可靠的见证人。所以上帝对阮讲的话，无论是好还是歹，阮拢要听从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安尼阮才会事事顺利。这个态度是真好，但是因心内底已经心头已经有答案，因拿上帝话当作是参考，因甲上帝真晓的，当作上帝凊彩讲，因就凊彩讲，上帝嘛凊彩甲因听读，甲因听共款。其实毋是，上帝是真正看重、真注意，因为上帝的心意是第10节到12节，上帝就讲，已经有感觉忧伤，感觉后悔，伊若要留踮遮，上帝就要甲恁栽进，袂甲恁废出，所以伫即个所在嘛，甲亲像咧讲，踮伫教会共款，咱若坚持。伫教会服侍主，检查即个世界真侪应有，即个埃及，就是教会以外的即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真侪才会当，互咱去露营啦，去出国啦，互咱去趁钱啦，去休息啦，去做咱的事业啦，真侪代志互咱当去做。伫遐咱嘛毋免安尼伫教会，爱服侍，爱奉献，爱用足侪时间精神。但是咱若伫即个所在坚持，上帝就是要甲咱栽进，上帝就要互咱甲咱起造。但是咱若要去到埃及，咱要选择迄个轻巧的日子，安尼最后就是灭亡，甲即个世界做伙来争论。好，咱今日就分享到这，多谢翠林长老教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通过今日所读的圣经。你对亚利米迄个时代的人互因一个真清楚的教导，也是一个真完整的一个真理，就是原来亲像一个长命的人，将厝起伫石盘顶，毋是亲像愚戆的人，将厝起伫山头的顶悬。虽然阮要起造石盘顶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路是真无简单，真无容易。爱一步一脚印，总是尾仔会当得到的果子是30倍、60倍，是100倍。但是阮若选择即个轻巧，甚至为着无爱战争，要追求迄个假的和平，无追求公义，行回头的路，无明白上帝你的旨意，无明白上帝教示，最后阮所努力的一切，拢是空，拢是掠影，拢是掠风。主啊，求上帝，互阮有智慧，将上帝话听，搁当去遵守，做一个长命的人。阮的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多谢。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感谢大家平安，平安，谢谢牧师，平安，平安，谢谢牧师。谢谢。不管天顶遐尼宽，不管风雨遐